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邀请新读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日本送予台湾第3批 AZ 疫苗有97万ton，但是中表示明仔载下晡就会送到位。今日国内增加17个本土病例，另外社区式的宗教机构工作人员有8成做过疫苗，就会当豆豆啊恢复运作啊。今日透早6点多，花莲就开始地动上大规模，有到5点2到下晡3点为止，已经有30届明显的地动啊。讲到这个疫苗问题，如果疫苗要来送到台湾咯，日本送予台湾第3批 AZ 疫苗有97万ton，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明仔载下晡就会送到位。另外，也有风声讲，咱台湾家己所买的 AZ 疫苗有55万ton，莫德纳疫苗35万ton，明仔载也到位。陈时中是无来讲明，伊敢若强调讲有好消息就会对外来公布。另外，目前咱国内疫苗注射率已经有97%，不过陈时中表示，国内莫德纳疫苗已经注到差不多，那阵一定爱注莫德纳疫苗民众，恐惊是爱继续等。各一批新冠疫苗到台湾的好消息，风声日本送台湾第3批 AZ 疫苗97万剂，佮加上台湾家己买 AZ 疫苗55万剂，加莫德纳35万剂，总共187万剂新冠疫苗，真可能伫同一天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伫14记者会指证实，日本送台湾 AZ 疫苗会伫15下晡到台湾。日本政府捐赠的免效会到，那其他的好消息我们确定了以后再跟大家来做确定。疫苗到台湾的数量愈来愈多，按过伫选择做疫苗顶悬，较爱莫德纳疫苗的较侪。伫指挥中心宣布，公费疫苗有约登记平台，开放18岁以上民众做第3轮意愿登记了后，引起全台民众一直抢，1分钟到5万人平台刷袂顶袂动。陈时中表示，甲14下晡1点，18到49岁意愿登记者总共390万人。其中愿意做 AZ 的只占2.09%，做 AZ 或者是莫德纳有53.6%，只选莫德纳的人占44.3%。我们当然不会说莫德纳完全没有，但事实上，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量，在前一波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未来的供应的量有一大部分会留给第2季的来打，所以能够提供莫德纳可能性相对的量会比较小。还是会以 AZ 为主。目前国内新冠疫苗只有 AZ 甲莫德纳应选，要做莫德纳人恐惊要搁等一下。另外，最近国外期刊公布新冠疫苗参与拍研究报告指出 ，AZ 应参 BNT 疫苗。专家咨询小组接持人张尚存表示，国内医院爱临床试验收集科学证据。我想疫苗咨询小组里面也一定会去参考国际上的一些资料。那如果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认为这样是 OK 的话，那当然也是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施打模式。另外，因应下一波秋冬疫情可能佫爆发，但时中表示希望伫开学了后10月底达到一定的疫苗覆盖率，另外接触涵盖率。但时中也公布上新的数据是17.39%，不过最近互外界讲是美化数据，伊提出各国做法，强调英国牛津大学、美国 CDC 拢有使用相关的数据做分析，并不是故意美化做疫苗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7个本土病例，也有10个带病入境，另外有6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已经是社区感染嘛，若准备完全无本土病例是无啥可能的，也着爱继续来监控。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社区式的宗教机构若准有8成工作人员做过疫苗，而且是遵守防疫规定之下，会当豆豆开始提供服务。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三14新增加1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0例上多，搁再来是桃园市3例，新北市甲台中市各2例，而且新增加6例死亡的个案，这也是3级警戒以来一天新增加确诊数新低纪录。本土的案例大概算是这段时间比较低的那尤其在这里面有
包含了9位居隔阳性的，换句话说，这种还需要调查的感染源的就剩8例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因国内疫情较厉，指挥中心宣布，社区式的机构应在工作人员疫苗注射率达到8成，而且最好防疫的警备之下，适当来放松提供服务。适用的范围包含社区式的长期照护机构、日间照顾，也有小规模多机能护理之家、老护机构。新庄机构附设的日间照顾服务、新庄日间型服务、和社区日间足疗设施、社区式日间照顾、日间服务机构、日间型精神复健机构，也有早期的疗养机构。有任何一位人员确诊的时候，机构必须要主动通知主管机关进行集体筛检，好，那整个这个机构就会暂停服务14天。但市长坦白讲，开始有社区的感染了后，要做到完全零确诊，可能性是非常低，所以讲社区的监测是真重要。一旦有了社区的感染、社区的传播之后，事实上要完全的变成就是说家邻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的低了。因为毕竟它有一些就是应该是说无症状的感染者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都说家邻我们很高兴，但那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整体的一个社区的监测，那才是那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另外，指挥中心统计，即阵总计有402例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其中有378例是注射 AZ 疫苗，另外24例是注射莫德纳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10个本土病例，另外台北地下街最近出现骨类的确诊病例，市政府也当咧追踪这附近的店家，而且限制因就要休困3天。目前是无新增加病例出来。另外讲到这个宽南市场，本地第15个，要再甲这的患者做 PCR 采检，地方甲中央政府讨论了后，决定要汰检疫区就好。台北市则是新增加11例，有10例本土个案，甲1例境外移入，连续第3天本土个案在10例以下。分析一天10例确诊中，大约有2例找无感染源，拍拼执行清零计划。无你甲26日后就使转来到疫情爆发进前，敢若去边境防疫。7月26还有12天呢，差不多。这12天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做最后努力，把这个不明感染源彻底的解决掉。那时候就纯粹靠边境防疫啊。另外，台北地下街最近出现侪名确诊，西高在地区发现1个确诊，西十甲12在溪区也有1名确诊。市府赶紧列出周围高强价大头，并且封3天。市府强调，即阵无过新增加案例。离宽南市场15原本有张大规模来检查 PCR， 甲中央讨论了后，决定来检查重要的区域。依照这3个新的阳性，它的区块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框列。那因为有一位是员工，所以员工自治会的部分也要全部来采检。市府强调，即阵台北市的社区感染较少，反倒当是家户的感染较严重。2个住斗阵的家庭，一家9个人确诊，不过其中2个人确诊了后，随之列出，并且提出隔离，疫情并无断开。那框列之后，它才变成阳性。然后这个时间其实并没有跟外界接触，所以它也并没有散出去的问题。台北市也放宽5个到7个纾困补助，减少部分营业用减收对50%，增加到75%；主体用减收20%，增加到30%。延租部分即要承租持有的不动产，上长会使延长缴纳12个月，即阵也会使搁再申请6个月。而承租市府公告停止营运，也是规避场馆，会使依照实际停业的日数，延长契约时间。延税部分除了房屋税、5乐税、牌照税甲地价税以外，也新增加印花税，延长到111年6月30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花圃疫苗注射站今开始甲民众注预防针，按算一天上济会当注14000人。不过现场有民众反映讲，等待区的人伤过济，社交距离是恶保持，而且家属等待区有真侪人是晒日头徛咧等。医护人员带领民众一组准备注预防针，这是台北市联合病院提供服务的花圃接种站。花圃接种站面积有2000平，现场分做4个区，加上行动不便专区，计共18条接种线，每条线配1个医生、2个护理师、4个行政人员，估计1点钟会使服务1800个民众，一天上济会当服务14000人。不过有民众反映，等待区的人伤济，社交距离可能是无够，而且外口的家属休息区，大家拢晒日头徛咧等是较辛苦。一开始，因为民众都有一点比较希望说早一点接种嘛，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最前面1个小时，的确人会多一点。那我们很快的就把那个人跟人那个距离尽量的让它拉开了。我们有注意到，那也马上在做改善的。当然就是在出口处有一些就是家属接送区，那个家属接送区我们会再做一些改造精进，让它做得更好。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华埔接种站今日估计会有8910批人来住，到下晡2点已经住超过5364人。这2天把疫苗注了后，应该把华埔接种站留落来。因为他一天大概打2个时段就可以达到14000了。如果打3个时段哦，早中晚哦，早上、下午、晚上都打的话，满遍可以达到2万人了。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台北市真的要打大量的疫苗，大概一个除了诊所啦、医院以外，大概增加一个花博的场地，大概就够。台北市强调，户籍无伫台北的人，只要是住伫台北，包括外国人、家友、移工等等，拢会使来住。到14时为止，台北市已經有22%以上的人已經注到疫苗，這是全台灣上懸的。記者郭北根、鄭派文台北報道。台北看線，咱來看到新北市去。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2個本土病例，市長侯友宜表示，這2例攏是伫咧解除居家隔離進前 PCR 陰性轉陽性個案，目前是無出現新的傳播鏈。市長也講，民眾真期待無病例數增加，不過這是一件真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出現社區感染了後，咱是有關愛繼續來防疫。新北市就是新增加2名本土的確診個案，攏是解除佇厝隔離進前 PCR 陰轉陽的個案。市長侯友宜指出，這是新北市對5月初9以來用了2個半月，總共66天的時間，扣除佇厝隔離確診的2個人，本土確診數是0。伊感謝市民的犧牲甲配合，另外民眾期待清零。侯友宜講，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已經行到社區的感染，必須要真小心。這是一個非常艱困的工作，社區裡面多少還有隱形的傳播鏈存在，我們也來自於有很多的外在因素的波及跟影響，再到7月19號再來做決定，所以這是一個滾動式的檢討。敢若因看到希望，伊講依照疫情隨時來做檢討，慢慢來解封。不過伊強調會以戶外為優先，再個轉向室內來控制人數。最後討論餐飲業安怎避免喙內傳播。另外，經過雙北的中型巴士616公車司機去圍調，列出56名的司機採檢，結果已經出爐。我們新北市的駕駛已經全部完成了疫苗的施打。那對於這個台北聯營公車616的擴大的一個篩檢呢，那目前結果也出來了。那快篩波56全部都是陰性啊。那最後2個這個616的駕駛的 PCR 也是陰性。新北市交通局長江明時指出，新北公車、新巴士捷運的司機甲站務人員已經安排分配來注射疫苗，注射率達到96.33%，少數人因為健康的因素、個人的關係無注射疫苗。記者綜合報道。台中伫今仔日增加2個本土病例，有1個是甲進前確診的計程車司機帶共同的厝卡，也因為這個案例1-2禮拜前捌甲染病計程車司機開講才來染病。目前市政府也當咧追蹤計程車司機所載過人客，目前攏是陰性的。另外1個是朋友受惠案例。若講到桃園的部分，今仔日有3例，其中有1個到今是找無感染源。台中市14個增加2例確診，第12確診的太平區68歲計程車司機，目前重症治療當中。介帶共同宿舍60歲男性接觸者，確認了後採檢確診，衛生局亦調發現，只是捌佇1-2禮拜前甲確診司機開講，就去互伊圍調。同一棟樓，但是不同的住戶的關係。那他接觸的話，是因為1到2週前，他們曾經有交談，有接觸。但是這一棟樓裡面9個人裡面只有這2個陽性。這個確診的計程車司機，就佇中山醫大附設病院的急診室頭前排班載客。衛生局根據實驗室甲警方走勢，召回16個乘客採檢，目前攏是陰性。另外1名確診的是西屯區77歲男性，甲13確診的查甫家教有接觸史。最主要有3天在一起有搬家，有一些這個接觸。桃園市增加3例本土個案，其中2例佇居家隔離期間確診，傳播鏈無擴大現象。另外1例20多歲男性是佇12出現症狀，家己快篩陽性，了後到病院採檢確診。我們需要
这个全部掌握。那我想，这个隐形传播圈的问题哦，需要做疫调，也需要做追踪，需要做匡列隔离。台湾参表示，目前已经进入清零阶段，不过也是隐形传播链存在，真歹对查面卡感染源，加速社区温休，也提醒民众，虽然是未解封，防疫工作也是袂当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政府宣布讲，会当小可解除封锁，不过干那片湖有开放餐厅会当用餐，其他县市拢无开放。就专家认为讲，台湾会当参考香港的做法，来准定期安排餐厅的员工来做体检，会当开放店内面用餐，增加人客数量。为鱼店高出一尾活鱼，师傅煞来用老练的刀工快速切地。伫桃园石门水库附近的活鱼餐厅，挖近中昼的时阵，当地赶工穿早早的餐点，中央宣布未解封，石门水库园区采食连制适度开放。早时透早，不少民众开车出来排队入园。就来看看水库的水啊，散散心啊。盐阁桃园无开放店来食，园区的一寡餐厅持续停业，有营业的店头是辛苦经营。微解封其实才刚开始，不是很明显。那我们餐厅目前是做外带，那外带客人其实也有不少客人是从台北过来的。全台湾敢若离岛的偏湖有限制开放店来食，其他县市是维持3级警戒管制原则，互原本望会当较有收入的餐饮业真失望。对这样代志，台公会学者是认为，台湾应该有条件开放店来食，建议模仿香港实施的疫苗专案。根据统计，3级警戒进前，各场所群聚感染人数，餐饮业无伫前5名，感染的机会无悬。在相对于纽西兰，我们也没有这么高的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相对而言是严格了。那如果没有做到这个疫苗施打的也没关系啊，如果你能提出来3天的阴性检测证明。陈立生表示，香港无停止开放店来食，要求疫苗开始自进前，员工无定期检测，无采实名制，每一道上侪2人，全店上侪20人，敢会当营业到暗时6点。来做安排定期检测，会当延长营业时间。学者建议台湾会当将检测纳做解封的参考。指挥中心回应，各地政府考量疫情可能出现变数，管制上爱谨慎为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透早6点外开始，连续2点钟内，发现着地动22解，上大的地动规模有到5.2赫大。到下晡3点为止，已经有30解感觉真明显的地动啊。根据着气象局地动中心表示，今仔日的地动是初7、初8的地动尾，不过地动若准继续来发生，无排除会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动。客厅吊顶一直海，吊悬的电线风也海真大力，鱼光更较明显，点点水面线一直窜，行到这的鱼仔四界味。这是花莲地区民众厝内监视器64早起6点外，地动大力摇海画面，佮加上地动尾不断，花莲当地一寡灾情一直传出，包括着市区光复街一个老旧民家的壁崩落来，警察局天棚完了有部分落落来。当时就是声音蛮大的，然后办公室的天花板掉下来，你有吓到？有。花莲寿丰乡盐寮海边啊，真出名翕相的风景点建筑物也出现必损。193管道挖进围牌路段，也有一寡石头落落来，部分路面出现壁碰。根据气象局地动中心讲，10地动其实就是7月初1到初8，规模5.4的地动尾。那这个地震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新的地震序列。它事实上是7月7号跟7月8号双主震规模5.4的这个群震所后续衍生的余震啊。地动中心表示，规模上介大发生伫6点52分，规模5.2，深度5.9公里的浅层地动，震央伫花莲市南偏西方5.1公里，最大震度花莲5弱等级，而且截至8点50分，拢总发生22解的地动尾，规模超过5的有3解。佮强调讲，这个地动尾会持续1礼拜。我们估计余震还是会持续1个礼拜，甚至1个礼拜以上哈。那也不排除哈，这个余震还会到达规模5.0啊。地动中心是讲，最近花莲连续地动有2个较无极快，包含数量侪佮分配出现，算是真罕见。今年超过规模5以上的地动已经22解，这半年的时间已经挖进每年平均数，而且以花莲占较侪。表示说，这边的地狗在这1个礼拜内，其实它一直蛮活跃，有时候会比较担心它是不是会驱动
旁边更大的地震。地震中心是讲，这个所在真破碎，佫属有板地转弯稳末大，所以累积真侪能量释放较接。严格为几60年地动历史来看，花莲地区规模5.5以下的真侪，按过5.5以上的比较较罕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底，高雄凤山有一栋大楼内面有5个人去挖着病，市政府也赶紧甲规栋146个人全部刷到防疫旅馆隔离。伫昨解除隔离进前，也拢甲因做一届的 PCR 采检，全部拢是阴性的，总算会当登记家己的厝啊。互隔离14天，民众总算会当转去厝里。转来第一件代志就是赶紧来大摒扫。想哭，想哭是不是？我跟儿子讲，2个礼拜的鸟巢之旅终于回家了 ，PCR 检测就都没有问题了啊，都是阴性都没有问题了啊，这样就安全过关，哎平安返家了这样子啊。凤山这栋大楼顶个月因为文主公病院机票个案引发的群组感染，有5个居民确诊。市府6月29甲大楼146位居民拢总送去防疫旅馆隔离。迄天代志发生甲上临时，有民众3个浸伫咧洗衫机内底，就互带走。7月13是隔离的最后一日，饭店了后，市府确认所有的人拢是 PCR 阴性，就解除隔离。要民众透暝转去厝里整理物件。到透早，阁有游览车甲民众一个一个送转去厝里。要里民毋忘讲，会使比较邦寮 Delta 群组事件，互住户先注疫苗。他是说看是不是可以比较屏东那个 Delta 的那个方案，那个让他们施打疫苗这样子。当初有这样子强制去，那他们有这个需求，看是不是可以就是看通融还是怎样。7月13号的晚间24点，已经完成了14天的居家隔离，并且在确认所有的住户在最后的 PCR 采检都呈现阴性的状况之下，也解除了隔离。市府感谢民众的配合。强调解除隔离进前，就先消毒大楼，进行环境的采检，确定拢是阴性了后，也才解除大楼的公共空间的管制。不过也呼吁民众3级警戒期间出入大楼，也是会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已经关16天的屏东邦寮病院，今早起8点重新恢复营运。目前邦山邦寮相关的接触者也拢已经全部解除隔离啊，无增加新的病例出来。屏东县长潘明安表示，因为病毒一直的变种，变化是真紧，也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放尿。病人和家属透早就来邦寮病院要看病，因为爆发Delta本土病例，邦寮病院停止急诊和门诊16天，7月14总算重新营运。不过恢复看病头一日，就民众斗讲，门口管制卡手和设备拢无够，害因等真久才通入去。你比较担心我怎么知爱红红边搁较紧，这老人袂堪你徛。刚开始应该也最干净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对。休息也有消毒了吧？为着Delta变种病毒的邦寮果子龙翁仔某，看守互证实讲，6月份北韩邦山的Delta病毒确诊者，同时间出现伫邦寮病院的门诊区，意思是安尼才喂着病。病院伫6月28紧急停业消毒，也体检和隔离相关的人员，到当疫情受到控制，才恢复看病。邦寮医院环境检测及全院员工的工作人员3次 PCR 检验皆为阴性。且院内无新增病例，该院已符合恢复常规作业条件，都已经回来了，也恢复门诊了，对，已经解除隔离。邦寮病院是屏东瓦南平重要的医疗院所，一停业害当地民众看病无方便。重新营业了后，病院要向民众回息的。另外，虽然无搁出现Delta本土病例，不过病毒一直咧演变。馆长潘明安也提醒民众要继续注意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美国疫情有加起来趋势。第3礼拜内确诊人数就增加1倍出来，其中疫苗注上介少的5大州就占全国1/3的比例。另外，讲到墨西哥，因为因开放公共场所，少年的确诊者是大增加。但讲到巴西部分，因为因的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到5月为止，已经有13万人离开因的国家，去到他乡外地打拼。美国疫情有过起来现象，3礼拜进前一天确诊差不多1万例左右，不过最近算有2.3万例。专家认为，自6月中开始，美国前一周放量限制，所以去过拄到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和传染力更加紧的Delta病毒佫增加。
our low vaccination rate and this rapid increase in Delta cases, I fear that there could be a new variant that is actually formed here in Alabama. 在过去一礼拜病例数增加的疫情重灾区，佛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内华达甲密苏里州五大州总确诊数占全国1/3。这个所在共同点是疫苗覆盖率伫全国上尾，而且确诊者拢无注疫苗。 Numbers are going up, which is concerning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Delta variant going around in the state of Missouri. 墨西哥爆发第3波疫情，病例数比顶礼拜增加29%。墨西哥卫生部指出，疫情相关不是受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是开放公共场所活动群聚机会增加，才让疫情搁定来。Se están presentando más en jóvenes y también es un llamado a que los jóvenes se protejan, se cuiden. 最近增加的确诊案例年会有下降现象，虽然目前全国已经将近4成人口注第1剂疫苗，不过住的对象也无开放予确接伫外口加大30岁以下少年人。 圣保罗市真济所在出现抗疫活动，因为现任总统抗疫不力，让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有14.7%，这也让不少人被迫远走他乡。根据巴西联邦警察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已经超过13万巴西人去美国、葡萄牙、英国甲日本发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意大利的政府认为，讲因的疫情有在稳定，对6月开始开放大型邮轮，入口威尼斯运河区加内海，吸引观光游客。不过，地方人士和文化团体却是真反对，认为安尼做会破坏生态。 这是今年6月初，意大利民众坐小只船聚集伫大型邮轮的水道边，抗议这个大船进入威尼斯涉湖。因为意大利是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欧洲上早爆发疫情的国家，这大型邮轮游览威尼斯沿海的运河甲涉湖，这种的行程已经消失1年半。 趁着意大利宣布解封的机会，政府开放大型邮轮重新进入威尼斯的涉湖甲运河区。不过，有外来游客甲当地民众认为，一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作为威尼斯观光的招牌的世界遗产地位，是一定会受到冲击。 Le navi da crociera secondo me portano un tipo di turismo che è un turismo mordi e fuggi che in realtà poco vantaggio porta alla città. 伫各方反对的声音，意大利政府决定禁止这邮轮进入。不过，这又引起另外一寡人无同的意见。 In un anno è venuto meno un numero enorme, 800.000 passeggeri, che tradotto in cifre, in soldi, vuol dire la perdita di €1 miliardo di contribuzione economica. 伫疫情还未来进前，国际组织甲当地居民都呼吁意大利政府禁止大型邮轮进入涉湖甲运河。这项由文化部所推动的法案，一定8月初1有效。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伫今仔下晡3点半左右，屏东的市区锁伫咧路边角。其实这天顶路边角落来是真危险的，也因为这个边角电空空，着玻璃去互击破，好佳在无严重的灾情发生。台北的看草地，有。办公室内底，大家轮流向外口看，因为外口不只是落雨，也个路边角。 涂骹因看到一粒一粒透明的边角，屏东市区14下晡3点半，熊熊大风大雨，也有路边角。不止车来车感受到边角浪的声音，路人虽然拢也雨伞，不过也赶紧避到顶下骹，都惊互边角撞到。有人看甲是真神奇，不过也人感觉是真恐怖。捌看过这种情形无？我捌看过。 啊，常常天气变安尼，有感觉安怎？常常天气变安尼啊。啊，就足恐怖的咧，足恐怖的，看到惊的啊。真侪面体加工大是空空空空，有袂少人烦恼徛过，或者是放伫外口的车受损，赶紧检查。不过，有公司的玻璃窗啊，因为风雨甲边角去讲破去，只有用纸板承遮起来。整个都碎掉。那时候风势太大，是不是？ 就一瞬间啊！不是下冰雹，是不是？那时候下冰雹啊！
中央气象局表示，因为对流发展旺盛，有闪电闪呐，或者是落大雨、落冰架，甚至可能出现较强的阵风。这场冰架落差不多10分钟，好加载无传出灾情。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昨暗头仔是落真大阵的雷公雨，就一位姓刘的查甫人伫咧宝华边慢跑，就要去互雷公卡着送到病院去急救。真不幸的是，伫今日透早也宣布讲救袂回来。民众行车记录器落到雷公市内迄目影，苗栗市13尾仔嘛落雷公雨，一个31岁姓刘的查甫人，当伫咧经过路边的步行咧运动，不幸煞去雷公卡到。因为他是当时是俯卧状态，所以伤势还看不出来。然后当我们把他翻正的时候，发现到他两耳有耳漏的现象，然后呢右小腿胫骨上面有一个不规则形，大概1公分的不规则的穿刺撕裂伤。消防队6点24分左右接到民众报案，赶去现场发现涂骹有着火烧的痕迹，甲笔唇，嘛有闻到臭灰大味。这个查甫人的鞋嘛破甲利西西。头部部分可能有雷的一个雷击的入口，然后在脚的部分可能也有一个出口在，所以然后加上现场的迹证，那我们有怀疑啦，可能是因为雷击而导致他受伤。气象局伫13下晡2点开始，持续针对几个县市发布大雷公雨的信息。苗栗县嘛是警示的地区之一，提醒爱注意雷击甲透风。这几天也是热人过大有雷公雨的天气，民众若出门都要随时注意气象局的信息。若看到天咧乌要落雨啊，都要有避雨的准备，嘛避免雷击的风险。所以如果在室外的话，当然能够进入到车子里面，还是室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建筑物。如果说真的你就在一个很空旷的野外，可能大概就是能够蹲下来，然后抱着膝盖，尽量减少身体跟地面接触的面积。这个姓刘的查甫人，红紧急送去卫福部苗栗病院做急救。10时透早病情向变真严重，尾手也是救无回来。因若死亡的原因，还阁要等检警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今下晡伫中常会表示，已经联合4个执政县市，要向中央申请买500万剂 BNT 疫苗，希望蔡政府会当亲像台积电甲鸿海模式来甲核准。不过指挥官陈时中无来甲因回应，敢若讲院长当时要出会时间是真歹择，若阵院长要来出会，政府当然愿意协助。感谢鸿海集团、永林基金会以及台积电。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江启臣特别感谢鸿海甲台积电采购疫苗捐予政府，不过嘛强调国内疫苗也是无够，呼吁蔡政府开放民间甲地方政府采购疫苗。国民党决定联合南投、云林、花莲甲台东市的执政县市，共同委托合格药商正式申请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本党更已经联合南投、云林、花莲、台东4个执政县市，提出正式申请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期望蔡政府比照前例，尽速完成行政程序。江启臣话4个执政县市，不过其中云林甲南投无愿意对这件代志回应。但咱县政府阁讲目前疫苗有够，无打算申请采购疫苗。其实因为台东的人口数有限，我们所需求的疫苗数基本上看起来都能够被满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县政府而言，目前就没有去购买疫苗的这种的迫切性、跟急迫、跟需求性。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讲，目前购买疫苗有困难，不过若做有原厂厂商愿意供货，中央愿意提供相关的协助。我们还是希望说有相关的一个供货的证明哈。那确保就是说有相关的的货可以来，那才来考虑。不过这一次我们3个团体的努力购买的量，其实对台湾来讲总量是会够的。但是中也提醒，这届民间捐1000万剂 BNT 疫苗数量真济，未来疫苗的供需状况也甲注射的时间，这拢是爱考虑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疫苗平台对昨开始开放登记，那国内民众通好使用合法的外籍移工，甲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是会当去登记的。不过，就立委认为讲，台湾也有5万外的非法移工，这寡人若准是无多注疫苗，会变做是防疫空芳。另外，移工团体也认为讲，政府应该爱办理适龄移工的特赦，也是重新合法，互因愿意来出面。
前几天，台北万丰病院群聚感染案，其中有感染者是违法的国籍看护，失联移工恐惊加做防疫破口，阁引起关注。要安怎好这的人愿意出面？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外认为，政府应该开放，互因特赦，也是身份国际合法。如果不能够让他们的合法继续的话，等于你否定了他所有之前的为什么逃，跟现在逃了继续贡献，所有这些。都用歧视的方式来否定它，然后更不利于防疫。体外表示，目前伫台湾的失联移工略算有5万多人，虽然陆法署提供1955专线来下等等对移工宣传，移民署的扩大自行教案专案，嘛以免收容、免管制等等措施，希望失联移工来出面。但是体外认为，若是干那要照目前的就业服务法等等的规定，只要因方抓到就会遣返，袂当过来因头路，根本无诱因。法律上强烈的限制他转换，一旦他没有这个可能性之后，他就是遣送或离开台湾。当然，他的逃跟跑会有这样的一个加成的因素在里面。立委表示，参照欧美等国家为中心互因合法身份未处分，希望台湾政府通重新检视扩大自行教案的方案，甲这诱因加入去。律法署是表示，法制面来讲已经有规范，嘛有管道互移工咨询，就是爱遵守对外界声音。内部阁需要谨慎评估。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后个月就是旧历的中元啊，有真侪大庙拢会办普渡，而且有真侪民众会甲普渡了的泡面罐头捐予社会福利机构。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有真侪公庙拢无要办。庙方也讲，若准无办，无法度帮助到弱势，实在是真可惜。来到五家龙兴宫妈祖庙，民众要是爱伫外口参拜，不过因为未解封，希望通互信徒入来参拜。庙方已经向市府提出防疫计划，嘛已经规划路线，室内空间上最60人，公所初步已经同意。还是在外面，这样比较安全。源头啊，在哪里都不晓得，搞不好进去又来，这样很危险。其实目前高雄敢若有3间寺庙甲教会提出申请要开放，不过进香普渡要是袂当办。后个月初8就是旧历7月。基山天后宫当年普渡拢真热烈，庙方烦恼普渡若是无办，真侪弱势家庭会真失望。每一年差不多拢有超过500桌，这个普渡桌啦，那有些是高悬要自取，要领回去要食平安的，另外拢有差不多有400几桌的贡品，阮拢会捐予这个弱势族群，所以这若无办，阮是感觉非常的可惜啦，所以基山天后宫今年按算要办线顶普渡，庙方斗3工传普渡品，信徒人唔免到场，线顶直播发挥，就会当避免群聚，因为中原普渡是宗教活动。民政局表示，阁爱看疫情发展，随时检讨，敢爱放零。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为着要振兴经济，台东县要开4200万免费招待县内民众，伫咧县内耍一天。刘基县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伫咧浪费钱。不过县长姚庆玲表示，一切拢是合法的。招标页面连续出现5个进行计划标案，拢叫做接入填台东。招议员讲，这是台东县府要用4200万来招待县内县民一日游，旅费全免。盘手礼更加是一摆到位。伊批评县府的做法是真无合理，对着进行的实际的效益是充满疑问。这个预算用得有点太过荒唐。我希望县府能够将案件退回，重新再审，再研议一个更有经济效益、更实质的方法。4000多万的经费，敢若是旅游团的活动就变3600万，盘手礼搁再用600万，要分600团，招待24000位县民来体验台东。也个议员批评，这是伫咧浪费公款，更加积极拆做5个标案，敢讲是伫咧规避政府的采购法查核。另外，当地民众看法是分做2款，也无同款。还不错啊，就是算是县民的福利吧。办这个好像多余的，你不如把它拿来防疫。对着外界质疑，台东县长廖庆玲也亲身出面来解说，强调一切合乎法规，会堪要检视。这摆计划更加是县府超前准备的经济疫苗。这个钱
是我们从热气球缩小举办，再加上财经处他们运用自己目前有一些活动没有举办，总共就是4200万。廖庆林表示，甲直接的补助来比较，这摆专案有加使创造2亿的商机，促进县内经济循环。行业者在有条件未解封的状态之下，小可复苏。只是这摆专案还未正式来实施，确实已经提前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1年前开8,000万模仿一只地成功时代战船，号做台湾成功号。后来中尉登记了后，规只船拢放伫咧人民营公园。不过最近才发现讲船开始消摊，可能会有安全的记录。市政府表示讲，使用年还是还未到，会先找人来修理。北的可以啊，有看到没有？轻轻一个背就当做2地，这拢后起的插头，就是这只电成功风古船台湾成功号顶面所提来，经过风吹雨淋，全部是插气的船时，就较真严重。26公尺悬的主要船怪也拢就起，就惊无细力登起去讲到人，已经赶紧给提来了。会折，整座垮下来。啊，这个要是有民众在那边的话，我垮下来压到是直接死掉。外邦拢烂去啊，这无法度人修理啦。你个修理比造新的搁再较贵，啊嘛无可能通修理啦。这条船全长29.5公尺，宽28公尺，重300吨。在1年前前丰港来启航，启航第2年因为夜间训练时主要船拐登起，多年来停伫林平宁公园边。2年前修复了后，设伫专区搁再开放参观，可是河边就发现主要船拐伊搁就起，船身真侪所在就烂起是真危险。这是就起啊！啊，咱知影查的一个灾情吼，你这就起，迄就足危险。钢筋的这些结构补强的工程，那同时最近我们也把2只的桅杆把它卸下来。那因为一来是桅杆有腐朽的问题，二来也是降低这一个台湾船它的一个载重。有民意代表建议报废，市府表示，这种已经把主要船管提落，也因为悬度伤悬，袂过甲伊拆登去，会先甲旧的所在补起来，保强这个结构安全。因阮年限也未到，无考虑报废，会先以电视的方向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前一阵仔落大雨，屏东9路的雷芒也并采收，所造成雷芒的产量伤过济。中盘计销对1斤30块，达到剩6块尔。农会出面收雷芒，希望帮助到农民，或者雷芒的计销袂崩盘。屏东9路的雷芒长咧大出，最近所搬上化价1斤6块，要甲农民收购雷芒，和顶个月1斤30块的行情相比，实在差伤济。农会正为着卖互雷芒的计销崩盘，决定出面收购。我们现在收购的价格是每一台斤10块钱，我们再积极来找通路，来把我们优质的9如柠檬行销出去。前一阵仔连续几若天拢上大雨，侪农民拼采收，地区雷芒的产量伤过济。农会即马用1斤10块的计销收购200公吨的雷芒，除了拼销路，农民也希望计销会当划好条。我会甲农会签约是稳定市场啊，市场计销稳定啊，袂讲互一寡生意人垄断啊。就是要卖看较好价，计销莫用帮伊无啊。产量变济，搬商甲合作社收购计销也变低。县府表示，一定会维护农民的权益，也会透过农会系统，甲高品质的9如雷芒行销予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到经济，对单亲的妈妈来讲，也造成真大负担。立信基金会的屏东分事务所就和在地13间店家合作，民众只要开100块，立信服务的家庭就会当到这寡店家免费食一顿温暖而且有爱心的料理。疫情致使真侪人无头路，或者是收入变少，阁有一寡单亲妈妈因为爱照顾囡仔，大头是主动。立信基金会屏东分事务所就和在地店家合作，呼吁民众用捐爱心餐的方式来减轻这寡家庭的经济负担。3级有影响了以外，那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他们也是得要在家里照顾孩子。说明了我们的服务对象的现况之后，爱心店家非常踊跃的就来响应我们的活动。疫情期间，餐饮业的损失真大。不过，这个爱心餐的活动，也是得到屏东高雄当地13间店家的支持。民众只要在7月15日前，到这个店家开100块买爱心餐，立信服务的家庭就会当免费吃到温暖的料理。我们也希望，来就是被帮助的对象呢，他们也有一个丰盛的一个餐点。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帮大家挺下去，让大家一起做公益。只要每个人出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让这个社会得到更多的爱心。立行基金会甲餐厅业者合作，除了用爱心餐的方式帮助弱势族群，也希望民众伫做公益的时阵增加店家收入，大家当做伙经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8月成立的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日有公布头一份人权调查报告，是因为60年前台北市议员林水泉批评政府选去访港是流氓，该掠去管训。亲像这款国家用行政手段来侵害人权的事件，目前也有25个案件。国家人权委员会也强调讲，会请行政院定出相关的法规，应予政治受难者一个清白。伊讲我流氓啊！反你都无效，你反你，我唔捌去杀人，也唔捌去烧拍，是啥物了去关啊？今年85岁的林水泉伫咧美国透过影片，讲出这120年要替家己洗清罪名的心声。1961年，伊选台北市第5届议员，伫咧选举期间，因为发表政治性意见，去互政府以流氓的名义送小琉球关训1年8个月。因为判决并毋是刑事有罪判决，伫咧司法定数无法度申请平复，也因为相关资料拍无去，恶调查落尾转败诉。国家人权委员会14公布头一份人权调查报告，认定这案就是国家不法侵害人权的标准案件。司法的部分就确实是驳回了他愿意赔偿的申请，那理由就是说，虽然477号是认为放宽了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的范围啦，但是呢，他还是要以刑事判决为主。其实就这个部分呢，促转会在今年初，他已经公告修正草案。也就是说，他有做部分的修正，他把这个平复行政不法，他已经列为他增订确认平复行政不法的要件跟事项。促转会表示，准纳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益恢复条例会当伫咧立法院通过，安尼被害者参因的家属就通向国家请赔偿。也若针对林水泉管训的所在，小琉球13总队敢会列做是不义为止。促转会表示，因为主要的建物已经拆除，即阵算伫咧暂在的不义为止，已经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会进一步确认。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基本的应对含建设活动拢先来暂停举办。不过，即马有推动台语的民间团体，要对7月开始举办2个月台语线顶课程，希望会当透过网络，互台语的推广，莫因为疫情就来失败。你好，你是叨位？时间一到，学员随上线等上课。财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台文线顶课程，希望在疫情期间也会当继续进行台语文的推广。阮本来安排足侪工作，本来安排文化营。看起来是拢袂当办，所以阮遮教授大家讲，无咱用即个线顶的来开课安尼。即阮并毋是讲去倒位有提钱，创啥拢无，阮就是大家主动讲，即个时间袂使互了去安尼，就大家讲大家认真义务，都来做些代志。除了邀请各大学的老师教授来上课，课程也安排各种无同的主题，有乡土故事、时事文化、传统音乐等等。希望透过多元的内容，互民众对台语有更较深的认识。迄个年代无北京语，也是讲迄个年代北京语其实是较少人会晓的。迄个年代才会头人，若要推展因文化协会的精神，要讲的语言是啥物语言？民众家己去思考看卖。基金会表示，到8月底进前，每一个拜2、拜4，伫并且参 YouTube 拢有免费的线顶课程。万为民众踊跃参与，随后也会继续规划安排，和台语文的推广，透过网络打破时间参空间的限制。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
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